一起步嘅時候咧，算出得齊㗎，咁啊快少少咧，近內檔嗰邊嘅黃金城區就快啲嘅，布朗寧搶㗎啦。咁啊大外檔咧仲有航海王啦，咁啊中間仲有隻孫傑攝住喎，然之後卡希最強，呢5隻快啲㗎。咁啊跟住啦，我是巨人一攝咗埋內檔先啦，帶埋佢埋嚟就雪飛航啦。然之後就有日曬啦，再跟住就澳洲皇室嘅喺面嗰3隻啦，幸運少年仔最出嗰匹啦，喺內側咧就聽從指示，中間就角鬥士啦。轉緊彎嘅時候咯，咁前邊咧就航海王埋咗欄帶到頭添嚇，上到嚟第2位就卡希最強嚟嘅，貼欄第3就黃金城區，2碟第4就孫傑，咁跟住個馬咧我是巨人啦，拍住佢就布朗寧嘅，然之後咧仲有雪飛航啦，咁喺外檔咧澳洲皇室就上咗啲啦，咁再跟住個馬就日曬打緊嘅咯，掟出大外檔嚇，幸運少年睇佢點追啦，喺內檔嗰邊咧仲有咧聽從指示啦，同埋角鬥士嘅，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咁前面咧航海王暫時仲帶住頭㗎，上緊嚟嘅馬咧就卡希最強啦，咁啊走內檔上嘅馬咧就雪飛航啦，咁喺內側咧仲有隻我是巨人攝緊上嚟嘅，大外檔上緊嚟就孫傑啦，最後100零米嘅時候前面隻我是巨人內檔暫時領先咗多少嘅，跟住上緊嚟聽從指示，但係大外檔哇孫傑啊出邊上緊嚟就幸運少年嘅，嗰張第1名哇孫傑今日做翻出好戲喎，第2名上到嚟啦幸運少年啦，因為內檔嗰邊係澳洲皇室啦，哇風雲色變啊，結果呢個孫傑咧話佢唔夠1級賽，今日贏俾你睇啊，結果孫傑啊爆冷贏咗呢場賽事嘅，第2名咧睇下究竟啦，幸運少年上嚟攞到第2啊，或者澳洲皇室上嚟攞到第2啦，你知咪好接近㗎，第4名都好多馬㗎，有日曬啦同埋聽從指示影第4嘅應該就孫傑都係贏咗今屆嘅水星短途錦標啊！好啦，睇下2:43啊，因為2:13:4啦，好近㗎個第2。哇！似乎2:13:4喎，第4名就日曬啊，13啊真係慘，真係呢個檔位，真係即係日曬最好多。